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老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啥物问题？你讲。老师，假使讲你是公车司机，车顶有38个人，开到第3站的时阵，有9个人落车，3个人上车。第4站的时阵，有1个人落车，2个人上车。第5站的时阵，2个人落车，1个人上车。请问司机叫啥物名啊？我才会知影司机叫啥物名啊？恁看老师啦，上课去咱专心听，结果伊个安尼，会害。即马这诈骗的简讯实在有够济啦！像我昨收到一封简讯，讲叫我紧把钱汇过互银行，我就应来回讲，已经汇款3万块，请查收。结果透早收到对方的回复讲，拢已经走银行3遍啊，还阁无收到你的钱，你这个骗子，骗我较厚骗！你经过了敢好？咱都拢已经册啊，你是阁敲来要创啥啦？以后莫阁联络啊，好无？我进伫保险公司上班，我想要甲你推荐一张保单啦。唔免啦，公司都有替我买保险的。不过这份意外险，连迄个雷公拍着嘛拢有赔呢。你想看觅啊？你过去伫我的面头前救抓过几摆？你无道理要说袂使呢。这件代志就是咧甲咱讲，要做保险进前，先去交较侪男朋友的，安尼保险比较较好做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迪 Camber， 每日8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